议草案也搁卡伫立法院，行政院长杜英台暂时讲会当公开辩论，因国昌说是爱总统赖清德亲身出来辩论。川成立和平委员会讲到西亚已经同意加入，说因为川做主席有方国权，真侪国家拢也唔表态，惊取代这个联合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2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总预算案呢，目前还阁卡伫立法院，行政院长杜英台昨就讲会当公开来辩论，不过随个讲呢，这国会其实是上界好的平台。立法院国民党团今仔日就讲，因愿意公开来辩论。那民众党的这个党团总调呢，黄国昌是爱总统赖清德亲身出来辩论。我要求就3兆0350亿。整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与立法院进行直接的辩论。115年度总预算案调影一直对价，行政院长杜英台大声化公开辩论，向在野落剑贴引起关心。不过到尾仔态度有转变，行政院改讲，国会都是上大上好的公开平台。喊战不敢战。不过在野表态愿意接见，国民党团批评杜英台都是跨进唔加进，要求举办3场电视辩论，由总调保公局书记长罗志强、首相府书记长林派雄、加杜英台副议长郑丽君、秘书长张敦涵辩论。至少你敢用这个假装敢战的姿态来凸显赖清德没出席弹劾会啊！我要请赖清德总统，你也要学卓荣泰嘛，对不对？卓荣泰都敢站出来辩论，你连弹劾会都不出席，没出席，然后呢，你也不敢跟在野党辩论啊。国民党团指出，解决问题的上好也是当事人，造成调野争论主要是总统赖清德。罗志强表示，除了3场辩论，买当促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加总统赖清德辩论。你所任命的行政院院长，如果如此的没有勇气，如此的没有担当，连自己要求直接辩论，我们接招以后都可以缩回去的话，那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亲自上阵？这样的一个政策辩论的最大的一个平台，他们不使用，还说我们到外面去谈，真的是放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去找人家单挑。尤其是呢最喜欢定钩机的这个黄国昌。针对在野爱杜英台赖总统出来辩论，民进党团颠倒批评南北立委敢若听话，敢会晓卡预算演戏骗百姓，要求用正式辩论，和总预算交付委员会，行政院长会当到上大的正式平台，也就是国会进行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甲中国建交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的新总统阿斯胡拉呢是往台湾这派的。咱含这洪都拉斯，敢有机会来开放邦交呢？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1月27过后呢，就会明朗，也期待有进一步的发展。另外 ，AIT 处长郭立坚今日出席国防安全研究院座谈会时阵，又讲到讲，这美国当咧第一岛链部署上界先进的防卫力量，也强调这自由唔是免费的，盟友就爱自主。另外也讲到呢，这美国的这军工制造商伫台湾已经设立中口径弹药测试场，提升台湾家己的制造能力。Freedom is not free. America can only help our friends as much as they help themselves.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出席座谈会，强调会甲盟友徛做伙，阻挡侵略。不过美国袂当一个人担。另外嘛讲到阻挡台海冲突，对美国、世界甲台湾拢真要紧。还佫有美国甲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伫第一岛链部署先进防卫能力。伊还佫讲台美强化军备的合作。美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已经伫台湾设立火药的测试场，引起众人的关注。The facility allows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o test ammunition to global industry standards, allowing advancements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rojects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proprietary procedures, and expert training. 无论从保护我们自己，跟与友盟国家一起维持印太区域稳定和平的责任而言，这都是必要的。郭立坚替台湾编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答应国军所需要的关键系统，美国会赶紧交会。学者分析，美国伫台湾成立的火药测试场，协助台湾打造火药的生产链，下用分百架车、阿帕奇直升机，除了满足国军的需求，未来有机会影响国际情势，收宽外销。
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台湾利用这个机会，将美国的一些精准射击的炮弹生产线也能够在台湾生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针对中国伫外交的方面打压台湾，甲中国建交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新的总统阿苏胡拉表态，讲愿意甲台湾恢复邦交。有风声讲总统赖清德可能出席27日就职典礼，不过外交部是否认这件代志。我是认为他是有整体的外交的政策，那台湾是他不可或缺的一环。那特别是他在选举中讲的话，那他也知道说台湾对这个洪都拉斯是过去带来非常多这个效益。针对台湾甲洪都拉斯敢有可能会恢复邦交，林佳龙讲，希望双方有进一步的发展。嘛讲目前甲12个邦交国关系是真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今仔日公布，过去24点钟内有5粒空飘气球向对东边飞向西边飞向东边飞过台湾的天顶。若今早起7点外时阵呢，彰化分园有民众看到一粒白干体字布条的红色鸡龟落伫咧中南路顶头，怀疑讲这鸡龟是对中国飞来的。若军事专家是讲，这和军用的龟鸡无共款，对倒位来搁爱调查。汽车伫内边车道驶，头前雄雄出现一条红色的鸡龟啊！驾驶金芳和道路闪过，车停落来，把鸡龟刷去路边。详细看有白印简体字的红布条啊！这气球的掉落处呢，就位于彰化分园彰南路5段的这一处快车道上。这民众受到惊吓后，是马上通报军方跟警方到场处理。物件红入路中啊，咱早想讲，这先说惊危险，咱给它收落来，收落来。就去看，这个是大条的空飘的。代志是伫22早起7点外发生的，红布条顶印发挥地灵、猎物发电的简体字，看到的驾驶怀疑是中国空飘气球扰台，基部的彰化分局甲军方人员唔敢大意，拢到场翕相采证。有民众于分园乡彰南路5段往分园方向，发现疑似与国防部于本日发布新闻稿，侦获中共空飘气球通过来台空域。经本分局通报军事单位，全案交由军方处理。还有一件，国防部22公布，中国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是意图，为21早起6点24点钟内，除了查到7支男伫台海周边活动，佫发现5粒空飘气球经过台湾本岛空气，关度1万至27000尺。彰化县互人看到的红色鸡龟啊，军事专家认为，甲证实军用气象单位所使用的空飘气球无共，属有小型的飞较低的鸡龟啊。这些都是要有气象条件来决定。从中国飘过来，还是说在台湾有民众，或者是中国船舶刻意在台湾周边的近海所释放，才会让这种小型气球飘到台湾的内陆。所指分讲，红色的鸡龟啊，可能为中国近化台湾近海船只，也有台湾民间释放。判断关键是看当时台湾的气象条件。详细情形，国防部出稿前也无对外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基隆某一个社区发生火灾，造成消防的小队长接连加不幸来殉职。这导火进家厝内面物件是蹲甲目睭就影响搜救。做火入去拍火人员就表示讲，这小队长第一入去的时阵有挂强生命带，先互掉伫内面的人使用。若第三届入去火场的时阵，为着要救这细路的查某人，才甲面带拔掉，互伊来用。火灾了后，消防署长肖焕章甲基隆消防局长尤嘉义两个人伫咧基隆消防人员的陪同之下，做伙去火灾现场来勘查。面对媒体咧问讲火灾初步调查的情形，基隆消防局长尤嘉义讲到这一届火灾上盖主要的关键。房间在最里面以外，就是我刚讲的路径全部都有杂物的堆积啦，所以在抢救上跟疏散上确实是比较困难。占连家这一届不幸殉职，伊是警专23期出业的。消防的经验有16年，参与过国道3号崩山、复兴空难、普悠玛败马、甲花莲地洞等等的搜救行动。因小弟嘛是桃园的消防员，兼任加做消防小队长，救灾经验丰富。不过，煞伫这届社区火灾救灾行动不幸殉职。专家指出，火灾的现场有顶真侪哩哩扣扣的物件，阻碍搜救的动线，通道真狭，致使消防员要出入救灾是真困难，是上盖主要的因素。行进过程之间碰撞什么杂物只要倒下来，都会改变我们的撤退路径。对于杂物来讲，对我们消防人员抢救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点。另外，为着要把掉伫内底自呼救出来，接连加入去火场3届，先开始伊就甲强生的面搭，互掉伫内底自呼来使用。
李书怡第3届入去会场，看到住户的情形真危急，就甲伊的空气面罩互住户来使用。结果伊家己却是去互演杂着伤蛇昏去，落尾手送病院去救，要是救无倒来。学者指出，消防员若是无加罩空气管，当强生面罩，互防救的民众使用的时阵，内底供应的空气其实都是消防员派的迄个空气管，较侪人咧使用，空气消磨了较紧。那气瓶的使用量，除了1个人用跟2个人用之外，还有包含到消防员当时的身心理状况，来影响他吸气量，再影响到他的可使用时间。希望摘调会可以赶快去要资料和现场去现勘，找出是不是有哪个缺陷导致说一连串的问题发生。这届消防员不幸殉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特别呼吁家人市政府甲消防署，应该爱赶紧调查清楚，莫互消防员白白来牺牲。消防局嘛表示，目前火灾的原因还当伫调查，呼吁民众厝内爱按火灾的警报器，平常时厝内逃生的通道都要保持通透，唔通订一寡离离扣扣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讲到这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为今仔规工，这阵冷空气拢是影响台湾上界激烈的时阵，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最近一礼拜呢，因为这肺创伤疾病到病院进前无喘气心跳案例，全台湾有226个人。伫咧上班呢，着这学生坐公车的时阵，真有可能是天气伤过冷，身体无爽快，也有部司机出外载人客常常失去意识，落尾是救无回来。敢是因为天气伤过寒来请公司，这部分阁爱调查。树下顶规片白色色，景致实在真水。合欢山舞岭美色落规年，大阵游客赶到场，停车场客满排队的车，要看银白色的世界。带着泡面，还要从台中带着姜母鸭上来。哎呀，所以就准备的蛮齐全的。小朋友在车上可以睡觉。住清境，然后早上来这边，想说有雪，然后第一次上来这样。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感受真寒。本岛上冷伫云林高坑8度3，透早最低温是南关5度7。气象署持续发布低温特报，会一直寒到拜5。尤其基隆、北海岸，也阁有大台北山区，阁落局部大雨。桃园以北甲东部，原来会落短暂雨。清晨低温主要就是在台北。还有桃园以及新竹这些区域都有一些蓝蓝的，大概都在10度左右。那今天苗栗以北以及宜兰、金门持续都有10度左右的低温。在医院等一下，你妈会到哦。天气冷叽叽，一定爱穿好烧。台北有学生囡仔伫咧坐公车的时阵，熊熊一直流凊汗，话讲不出来。警方配合将学生送医检查，初步研判可能因气温变化或身体劳累导致晕眩。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亲像伤冷出状况嘛，发生伫新北市新店，经消救援的乌伯驾驶伫2日下晡开到青山路载客，伫车内失去意识，经过社区警卫发现通报，不过到尾也是救无回来。是不是因为伤冷熊熊死亡，也有待后续的调查。天冷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心脑血管疾病及呼吸道的疾病。那另外的话，有一些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们有慢性病三高，也要尽量注意好保暖。消防署统计，最近一礼拜因为肺创伤疾病到院前无喘气心跳，全台湾已经有226人。虽然天气分析师指出，拜四是这届冷空气影响台湾上激烈的时阵，不过续来后礼拜2、27有下一波冷空气报道，而且强度是到东北季风的顶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镜头来看到新地，讲到这新竹市的副市长邱新远，进前去和这民众党前助理指控性骚扰，双方有和解。想不到最近有个媒体来逼讲呢，伊伫咧做代理市长的时阵，要求一定要有一个查某助理对伫伊的身躯边，连去便所拢爱对伫边啊。这邱新远是赶紧来背会，要求市政府主动调查。有媒体报道，新竹市副市长邱新远，其实咧担任代理市长的时，要求女员工连去便所买对伫咧伊边啊，其实伫经济上对人性骚扰，引起民进党议员批评。新竹市的代理市长邱成远，同样也被爆出有这个性骚累犯的这个前科记录，那甚至呢也是无法
好好的管控自己的情绪管控，时常咆哮或是霸凌这基层公务员。邱成元本人出面回应，讲相关的报道拢是不实指控，对家己甲市府的名誉造成真大的伤害，也要求市府赶紧介入调查。对于报道引述相关说法，皆为子虚乌有，已对本人及市府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伤害。为求尽速还原事实真相，我要求市府主动启动相关调查程序。本府申诉管道畅通，对任何案件市府都依法依程序办理，并会在保护当事人的立场上严谨处理。市长高虹安拜时参加活动的时，也有回应，讲第一时间就先将吕元刚调离原职，而且已经发动相关调查程序，会依法办理。立刻也依据当事人的意愿，并且依据相关的法规，那将这个当事人呢，以这个工作重新分配的方式来进行了最适当的处理，主动来成立这个厘清的小组。那这个部分也都在法规上都是有规定，我们相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新的市府指出，对任何案件拢会依法办理，而且会徛伫保护当事人的立场，谨慎处理。这案件到底敢有牵涉到性骚扰，也会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高雄市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进前执行秘书何建中涉嫌利用职务性侵害别人，也若这卫福部呢有新设一个社工师挺介查询专区，公告这件案件，也决议讲要来废止何建中社工师的执照和证书，也撤销伊进前所摕到社工相关的奖项。就是这个高雄市卫生局社区卫生中心前执行秘书何建中，2023年捌获颁社会安全网绩优督导奖，不过却传出伊涉嫌性侵事件，互社会真意外。对这件代志，卫福部表示，进前已经伫官网设置社工师顶界查询专区，连接各地方政府顶界决议公布，互外界查询。各地方政府都已经依法来设置惩戒委员会。那目前呢，那查有高雄市政府那完成这一件的惩戒决议，并刊登公报。根据顶界决议书内容指出，何建中以职务的机会，伫非必要范围利用个人资料，故以职务的机会，成年人故意对少年犯刑法强制性交罪，而且经台湾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委员会委员认为，何建中严重违反社工师伦理，依附顶界审议，到尾决议废止伊的职业执照，也有社工师证书。中央如何协同各地方政府呢？订定统一一致的一个惩戒标准，未来必须要去套用到中央地方一致性的一个做法，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杜绝这些不适任人力在机构当中流窜。卫福部指出，社工师法是2023年修法，建立社工师顶界制度，各地同年底发布社工师顶界办法，由各地政府依法设置顶界委员会，未来会即时更新社工相关顶界资讯。但是何建中的绩优督导奖，卫福部进前已经撤销伊的获奖资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摆医护人员当咧欠人，千万唔通安尼做。来看台中咧中港丁清病院昨透早呢，有一个26岁姓林的病人呢，情绪真激动要拍医生，而且呢，伊也去攻击一个护理师，造成护理师面受伤，也有脑震荡。病院甲卫生局谴责暴力行为，也甲这个病人移送法办。108公斤的查甫人伫急诊室头前出拳，头部遭受攻击，护理师失去重心，叫后边倒伫病床，另外一个护理师为柜台冲出来想要阻止。台中市中港丁清病院于透早4点外发生医疗暴力事件，院方出面严厉谴责，决定提告。是有出现脸部的擦伤、挫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颈部的疼痛、麻木的这些的感觉，还有脑震荡的这些现象。26岁姓林的查甫人是因为倒手刀挂伤，要救护车送医。到院的时阵情绪激动，想要拍急诊医师，经过警卫甲家属安搭到急诊室门口冷静，不过马上雄雄出拳攻击姓詹的护理师，造成护理师短暂失去意识，面部刺伤甲脑震荡。警方赶到现场直接逮捕，将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正办。该男子就医过程中与护理人员发生冲突，并动手伤人。警方已调阅监视器画面，并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依法侦办。医疗法规定，任何人免用强暴、威胁这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执行，违法应罚3到5万，或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并科30万以下罚金。按过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制度失灵，反而判刑过轻，建议政府修法重罚。
以这为例就好了。那你觉得在台湾的医疗暴力的一个情况怎么会改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政府要求司法院对于这些法官必须进行再教育。台中市卫生局也表达严正谴责，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后续公布通报台中地检署司法侦办全力支持第一线医术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土城呢，有这连锁幼儿园小连续发生老师对囡仔起脚动手的暴力行为，上报有5个囡仔受到不当对待。家长今仔日出面指控，这期发了伤过囡仔。也那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呢，这个案件去年9月已经完成调查，这幼儿园甲老师共罚13万2千块，要列管啊。监视画面中有老师甲囡仔饲伫涂骹 QQ 热热，有受害囡仔的家长伫记者会指控新北市有连锁的幼儿园，自去年8月至10月到达，拢有不当对待囡仔的问题。新北市教育局无落实监督。家长指出，囡仔着出现情绪无稳定、惊开门的声。经过调查发现，一个细仔的老师，今年20年来无教保资格违法带班，受裁罚以后，人已经无伫遮教。毋过，阁有一个同款有不当对待囡仔的老师，行为互家庭发现了后，敢若对幼幼班调到大班继续任教。每年都因为违法聘用未具资格的教保员从事教保服务，被主管机关裁罚，却仍依旧继续禁用无资格的人员照顾幼生，不仅发书用丢的，动不动就对班上的孩子们踢打拽，甚至还有同学被摔在地上。吃饭慢为由，要求孩童罚站进食，强迫进食，甚至呕吐之后仍然要继续进食，并制造回家说老师坏话会被知道的恐惧。受害家长表示，真侪家长也毋知幼儿园的状况，因摕到的画面也阁是新北市教育局剪接过的，因要求提供完整的监视画面，嘛着启动全面调查。另外，兵团指出，这个连锁幼儿园自109年以来，逐年拢有违规的情形，连无教保资格的詹老师，教育局才罚3万块尔。希望教育局嘛着要求因暂停新设园所甲受托，照实订立无责任的教保人员。不告不理的一个状况，因此呢，我们认为说，在教育局是应该要站在维护幼儿权利的一个立场状况之下，是应该要集体的去调查、了解，并且通知所有的一个受害者。那新北市教育局是回应讲，专案去年已经完成调查，有依法对幼儿园含行为人计共重罚13万2千块，嘛有公告名声列管。征信职员对5名幼生有拍打、拉扯、推挤等不当管教行为成立，立即要求园方将该园停职，并避免再接触幼生。新北市教育局针对这个连锁幼儿园，讲会列做加强督导名单，未来若接到相关的通报，会以更较谨慎的标准来调查处理，建议加重裁罚，也是进一步行政处分。记者卢尚如、郑俊佑综合报道。由美国总统川组成的和平委员会继续扩大成员的规模，想要把这功能扩大到会当解决全世界冲突，已经有20-30个国家支持啊。川嘛讲，罗西亚同意加入，不过有真侪国家烦恼讲，这和平委员会会取代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到当时也未来表态，是因为川做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有好国权。美国总统川普倡议的和平委员会是持续扩大成员的规模，包括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卡达和科威特等真侪穆斯林国家日益宣誓加入。川普伫达沃斯嘛表示讲，罗西亚总统普丁嘛已经同意邀请，对这普丁说落来是回应讲，各地的建议愿意用红冻结资产来纳钱。партнерами,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сможем дать ответ на переданное нам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До решения нами вопроса об участии в составе и в самой работе Совета мира. 川普成立的这个和平委员会，本底是要到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而且监督加沙中间的机制。今麦川普想要把功能扩大到解决全球的冲突，向全球要60国来提出邀请，规划成员国的任期是3年，提供10亿美金的人会当摕到永久席位。川普来做主席有好国权，目前已经任命伊的囝塞库许纳、国务卿卢比欧、中东特使沃科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人来做执委会的成员。国家解脱和平委员会是咧挑战而且取代联合国一个功能。Do you want your board of peace to replace the UN? Well, it might. I mean, the UN just hasn't been very helpful. The UN will continue to relentlessly work for peace, in full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with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发文指出讲，联合国宪章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若是领导人选择性来遵守规则，就会破坏全球秩序，而且建立危险的前例。若是少数人会当歪曲全球事实，影响选举，也是主导公共辩论的条件，都表示咱当面对无平等、含制度、含共同价值的腐败。目前全球已经有包括以色列、匈牙利、阿根廷、越南等20-30国是同意加入，也是表态支持和平委员会。另外，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是明确拒绝。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中国、印度等重要大国，拢表示搁在研议，也未表态定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去年底时阵，台北捷运发生乱杀人事件，市政府今下晡就伫台北车头举行高强度无差别攻击的维安实兵演练。伫无记事故的1公里范围内，也发送中英文版本的警告简讯。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预告第3阶段会进行下关市演练。无记人镇雄雄有烟雾呛起来，附近民众惊甲发休，尾啊飞刀挂喙暗，阁有烟雾炸条咧。伫台北车站的代替月台压倒随机伤人。警方开枪甲飞刀制服，尾啊救援人员嘛赶到场斗救治伤患。不过部分飞刀阁转换所在去地下3楼强国区继续伤人。警方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飞刀伫代替高铁甲捷运入口各界所在等汽油弹甲烟雾弹，警方以优势人力制服。地下街店面赶紧甲铁门关落来，防止飞刀继续伤人。警方到场用电击枪，互飞刀倒落来。4铁共构以及4条地下街，加上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它的动线非常复杂，而要整合的单位非常的多，所以维安的难度极高，所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疏漏，也不疏忽。蒋万安提醒，若是民众拄到有人弹烟雾弹，第一时间爱走未报。佮预告第3阶段会甲规模搁再提升，进行跨管区演练，一定会伫农历春节进行举行。这次演练同样也纳入了模拟细胞简讯，而警报声响起，大多民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看手机。我会先看讯息内容，然后之后再看是什么事，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毕竟一些突发的状况比较多。这个演练，市政府针对周围1公里内发送中英文疏散必然告警细胞简讯，因为去年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案，传出警用无线电伫台北捷运无法度通行的事件。新上任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彦典讲，已经伫各相关重要的捷运站提升信号能量，装了42部 BDA 信号放大器，在我们各相关重要的站体，来提升我们讯号的一个能量。林彦典讲，台北捷运公司原来提供一台无线电，放伫市警局勤务指挥中心，避免漏接任何消息。警政署原来做全盘规划，互警用无线电原来当伫北捷拢会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南有一对翁仔某，对112年开始，实行甲废弃物、车基、气温啊、农地，甚至是供电场、移定地乱倒，拢总有23搭。这总面积有4个脚球场遐尼大，乌心钱啊，赚2800多万。检方表示讲，除了主嫌以外，因也去交给这营建的包商、地主、司机等等，拢总102人，拢按照废清法来甲因起诉。要说他讲啊。怪手一卡画无外深，就随看到头屯伫咧土地建筑废弃物，砖啊态度更调大项有。台南地检署自102年开始调查大规模的偷盗建筑废土案件，拢总开2年的时间，伫台南的新市、仁德、七股等地区，拢总23大农地、渔运啊、甲供电场移定地，查到非法偷盗建筑废土。检方表示，风偷盗的面积大约有40个脚球场大，专门载废土细块的翁仔某是主嫌，甲包商、地主、沙石车怪手司机斗空，甲废土再去土尾偷吞，不法所得有2800多万。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废弃物，以及非法清除处理废弃物等罪嫌，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这个案若涉案的人数有102人，各有27间公司嘛牵涉在内，拢可检控按照废清法起诉罚钱。包括台南这件在内，内政部为了要阻止偷盗废土的代志发生，对2023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各警政单位联手，拢总查到101案，犯罪所得46亿外，刑责罚款有2930万。不过，有环保团体认为，花了伤轻，掠个较济嘛无较抓，爱对管理制度做起。建筑土石荒的处理厂，然后到运送的卡车必须有 GPS， 然后要有表单哦，然后要一贯性的连接到它去做回填的厂址，都要被有效的监督。这个案件嘛，牵涉到一位前派出所所长，以涉漏消息和车毁土的司机，帮助因闪避处理，和法院判刑6个月，缓刑2年。检方表示，台南这渔湾甲农地因为风屯无处理过的废土已经受到污染，业者趁这款恶心钱所造成环境的危害，真正是不可取。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台积电今仔日头一届公开伫家己全球上先进的风机厂。台积电表示讲，家己风机厂呢，唔若聘请国际第三方专家团队自厂指导，也引进日本、欧美起厂办的经验，应用这 AI 科技协助工区安全监控。也若讲到这 AI， 真侪人讲敢会消风气咧，这非台积行长黄金芬也讲无即款的代志。即摆大家拢在烧 AI 投资，外界关心敢会有走向破坏的疑虑。回答执行长黄金芬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正面反驳破坏的讲法。This is the largest infrastructure build out in human history. That's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All of these jobs, we're going to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eeing quite a significant boom in this area. Salaries have gone up. Nearly doubled. 台积电日介绍家己先进风车厂，但是先进风车量能的布局，因为这个厂区是属全新的工地，挑战更较悬。即马园区的工地规模扩大，施工的复杂度嘛提升，导入下国建厂的经验和高科技工具辅助管理。台积电表示讲，家己厂是伫台湾持续投资先进封装产能的关键一部分，有可能变作公司上大的先进风车厂区。第一期的厂房已经伫去年12月开始进基，第二期的厂房照规划等在建立。专家分析，伫人工晶片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之下，家己厂会是一个关键角色。嘉义厂的话，整个腹地非常的庞大，然后它未来可以再多建6座新的后端的封装厂，次世代的一个技术的研发跟导入及量产，实际上也都会在嘉义厂这边进行。台积电伫1月15召开发说会时阵强调讲，因为产能缩案会公布加大台湾和美国厂的投资，以伫台湾的布局做例，德科和高雄厂是负责上先进2台米的制定，对北到南嘛拢有先进风车厂的布局。专家认为台积电当展现全球布局以台湾做核心的决心，海外厂是当分散电政治的风险。不可否认，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厂的一个加大的布局，那么以及在供应链也随之将会到北美来进行相关的设厂，后续对于在本土中长期的一个半导体业乃至于国内经济，那么所产生的一个负面效应，它的后坐力道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受惠 AI 题材，台股2日盘中实力到31890点，创历史新高。台积电股价收盘嘛起1.15%。专家认为讲，台积电伫台湾正式进入2台米制定的八架期，和全球布局变作网型的合作生态体系。接落来嘛，观察海外和本地产能的消长。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今年买2万栋的批出疫苗，一般身份65岁以上的老大人呢，付6000块就当煮2栋，不过伤侪人去抢啊！县政府宣布2日开始下晡1点半，会搁再分号码牌啊，予老大人登记2万栋用刷为止。民众到卫生所免费注批蛇疫苗，因拢是户口伫彰化65岁以上的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日下早人犹原真济。不过一般民众就要登记预约，才会当注到县府补助的疫苗。讲拢来，我是第一次听的啦。少咸啦吼。彰化县今年自购2万剂批蛇疫苗，补助一般65岁以上时代，简单需要自费6000，就当完成2剂注射。不过20开放第1期登记，天麻麻讲到时代伫寒风中到卫生所排队抢名额，互老大人讲强要袂堪折，县府赶紧改规则。
预约时间改为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发放号码牌。如果现场预约额满，将由卫生所填写候补名单，待低收及中低收名额释出的时候优先通知。官府表示，26开始会将村的4567个予一般民众的名额做一届开放，到满员为止，希望平息民怨。天气这冷哦，官府安尼改中到时嘛是着会赞的。日头早回来5、6点，落站就7、8、10个，太冷的啊！安尼天气已经较暖和啊。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各乡镇的疫苗配额是照人口比例调整，上济是中华市南西北区的596个，搁来是园林市甲和美镇。不少时代表示，希望县府会当增加补助，予更较侪有需要人会当受惠。公司新闻林建生、杨淑晴中华报道。保护这些家己市的乡亲一个好消息，就是家己市政府另外要补发现金。这个月24、25这2天呢，要发予每一位市民6000块的现金，含65岁以上时代一个人1000块的过年礼金。不要忘记，一定要带身份证的正本以及印章。不要忘了，一定要在地消费，这也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望我们一起来提振产业，帮助我们的嘉义市所有的产业一再的振兴，而且往前进。财务业8000万的现金坑做伙，看起来真共关，是因为这个月24、25特别发现金给家己的市民咯。另外呢，这南投仁爱乡也宣布全乡要普发现金，每一个乡民听好领着2000块。去年6月30进前的户口设定的仁爱乡就会当领，对2月开始发，分做2阶段进行。旧历过年特别到啊，真侪家庭拢会伫咧这个时间款东款西。今年一届的世贸年会大典明仔载就要起鼓，今年是第14年，同款有请北港妈祖来现场主驾，现场有点平安灯，也有软桥卡的服务，已经充满过年气氛啊。北港妈对婚礼坐专车来到台北，伫咧顺风里千里眼的开路之下，来到世贸的年会大典主驾。现场摇软桥卡求平安的活动，祈求一年拢顺遂。北港朝天宫讲，因为真侪中南部的囡仔来到台北读册做工课，所以妈祖才会特当伫咧旧历过年进前起来台北。今年是第14档啊。妈祖来到世贸吼。已经第14年了吼，因为南部去台北混搭嘛真济啦吼，若伫朝天宫点灯点习惯的吼，伊免半工落去到北港，阮嘛遮服务吼会当点灯。现场现场排队是排甲乐乐长，就是为着要点平安灯、妈祖灯。现场阁有 AI 机器，会当抽签解疑难杂症。这是台北市内上大的年会展览，对拜五开始会连续办4天。现场有500间的厂商，考虑到台湾有真侪新住民、留学生，年会大家也有替因准备过年的故乡味。除了国内的业者之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外的业者呢，来呈现他们精美的礼品。除了会当办年会，也会当传年菜，但是有水产业者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海水温度过悬，一寡干贝鳝鱼拢起价，尤其是干贝价少起2倍。起较济应该是干贝类的，真正是起较济啦。应该今年可能甲旧年比起来，1克啊会使买2克啊。过年要到啊，办好会过好年，伫咧室内年会，大家唔免扇风淋雨。预估吸引超过38万人次，替过年的消费市场带来就业的商机。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南西门岭，逐年都请真侪民众来遮赏花，不过民众讲呢，拢唔知影开花状况，公共设施也无够。地方希望公部门会当来整合私人的梅花园，做花来拼观光。要让台南市政府管理局是表示会赶紧改善。满山800万的一片，往年卡岛是梅花开花季节，这是台南南西门岭风景区低海拔的所在，通看到梅树顶一蕊一蕊的白色梅花，总是请真侪游客来。不过有寡民众认为梅岭遮无回放上新的资讯，加上这搭交通车无做到位，兼无人找无指示，和后边的车饲喇叭等问题。因为公共设施也无够，譬如讲迄个公共便所嘛，停车场嘛，这上基本的。因迄边有
有迄个官方去宣导，但是过来阮这边家生命机场这边呐，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秘境啊，但是秘境拢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土地像我嘛。徛在阮商圈的立场我嘛是讲希望讲带动地方。关路交回应主要因为每年各部的品种、气温参环境拢会影响回访，即阵已经有要求南西区公所逐工上山去掌握回访，兼后续强化指标，甲自信公告。无论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拢讲后续会阁检讨赏花动线甲回访发布机制，要互游客伫赏玫瑰通有一个好的体验。民众赏梅的这个品质跟掌握赏花的资讯呢，是否已经请公所每天要了解实际的花况，做好赏花区的一些建议了哦。那也请关旅局呢要加强及时的花况宣导。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梅农，还有就是当地的协会、跟公所，还有市府这边呢，再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会将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花况的讯息呢，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跟脸书。另外，南西上款发展协会理事长指出，每年经济每行拢是私人土地，加上部分地主年纪大，嘛无气力去整理。伊希望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通出面整合，结合相关嘅业者推动每行利用，协助环境整理，看敢通拓展赏花范围，嘛有机会结合加整个游艇，带动南西山花观光。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中华分园在宝山国小加宝山土地公庙附近，有8到8.5公顷的百日草，即阵花开甲真水，所有真侪人的入去内面行踏，甚至有人举家刀去加花。县政府是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黄的、红的，阁有柑仔色的花开甲长水。中华分园的宝山国小甲宝山福地寺附近，有将近8.5公顷的百日草花海，美丽景色，成袂少人来翕相。真好翕哦，这偌水咧！你安尼大家都来看呢，任何的角度拢真好看。就是可能今年的面积也比较大，都觉得很漂亮。大片的花海看起来真壮观，大家找角度都是希望翕出上水的相片。但是，有民众发现有人无守规矩，直接踏入去花海翕相，就连脚踏车嘛牵入去花海，缀伫花顶面，甚至有人是摕夹刀夹花挽花，真离谱。然后真侪啊，就花讲者就愈搭愈侪位，你知哦？大家有样看样，就拢一直搭入。其实咧，拢有田花路，拢会使搭咧田花哦。啊，用借位落去就会使啊。你搭入去真正哦，搭咱外国足歹看。有人加花啊，因的意思是讲要加点去插，其实百日草这种物件是挡袂久。官府表示，中华市农业大观一直有咧推动鼓励农民伫休耕的时阵种百日草、菊甲花，才会景观花草。一来是做绿肥，二来会当互民众欣赏。官府嘛呼吁大家咧赏花的时，都要有公德心，千万唔通损断美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烧麦无好喙，烧拍无好手，咱伫咧沟通的过程当中，常常无细力讲出歹听话。日本基金会推出着倒啊伊的好话牌，用52张好话来帮助大家家庭沟通，化解冲突。这花旗版本呢已经出12年了，反应甲真好，也打算在今年4月时阵推出台语的版本。小酒做伙算纸牌啊，这副牌毋是普通的纸牌，嘛是好话牌。牌顶面除了一般的数字、含图、梅、开、角才会图，也有印好话伫咧顶面。这副好话牌是人本基金会所推出的。因讲推出的目的是想要互父母和囝伫咧沟通的时，会当较接讲好话。华语的版本已经推出12档，反应真好。刷落来要推出台语的版本，对伊来讲，用这个好话牌，伊就开始对伊的生活会当家己决定，要安怎甲囡仔好好讲话，好好斗阵。有的话是会当疼惜父母伊家己。阮内底有一句话，其实真古锥，好家在有我这个大条的。牌仔顶面的数字有分大细字。大字的边遐是好话，用来解说细字边遐较负面的话。人本基金会表示，因为台语内面的俗语较侪是歹听的话，所以台语版本的好话牌就用好话来解说迄句俗语要表达的意思。角仔色的第6张牌，面顶的歹喙是讲，叶仔无挽毋成长，囡仔无讲毋成人。这是台语再来就有的词语，台语的好话牌就是一个工具，来装备你好话好喙听囡仔才会词语，
装备你的能力。林本基金会表示，希望家长会当利用52张好画牌来帮助家己教育囡仔。若是无囡仔的家庭，也会当使用伫翁仔某之间，透过讲好话来化解冲突。2月份台语版本的好画牌就要推出，用母语讲好话，感受好话的力量。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最近教育部有做新的台湾台语输入法，要台文所的研究生设一个会当练习拍台语文的网站，听好根据民众拍字的正确率，抑个速度来拍分数，知影家己敢有进步。即卖也开放予民众来投稿文章，予大家练习。兄弟啊，咱进前应该无实在啦。吼，规工的，即几句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长头海睇的网络影片，真也真做民众会当拍台文练习的文本咯。台文所的实习生陈建中有设一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希望予当地学写台语文的民众提供练习的平台。两篇是即马课文有收的文章啦，一篇是陈鸿辉老师的甲医鸟有关系的文章。另外一篇是迄个林嘉怡老师食盐水皮蛋披萨的文章。另外佫嘛有最近诚请迄个学台语温小姐伊的迄个新诗夜诗。陈建中表示，像咱学英文拍字有真侪假诗通练习，毋过台语文真欠缺，伊就用 AI 来设计即个网站，结合教育部台语常用词典的例句，甲侪台语文有判授权文章，互民众练习了，佫通根据正确率速度来拍分数。有国家研究员嘛，甲家己的文章投稿起嚟，也肯定有一款网站，嘛较通知影家己有进步无。有一篇是迄个盐水皮蛋低火锅披萨，这篇文章嘛有互一间即个教科书的出版社选去做国中的台语文的课文。因为这个内容就是有真侪台语词嘛，不哩新鲜个趣味。有这个数字了后吼，你的拍字的这个速度就变做一个真实际的数字嘛，会使甲你家己比，甚至你家己嘛会使甲朋友比。开发者陈建中表示，目前有开放民众投稿文章，另外为着无共人的需求，这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要练习教育部的台语、白话字，还是汉语南咧写拢会使，嘛通注定想要练习的文章。陈建中希望互民众嘴讲白母话，唱拍台语文，愈写愈进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 Trump 最近伫咧格陵兰的议题和欧洲等咧对峙，不过情势却是雄雄改变啊。Trump 和北约秘书长卢德会谈了后，对外宣布讲，美国已经和北约达成针对着这格陵兰达成协议啊，就是丹麦会甲格陵兰岛一块土地主权，予美国用来做军事基地。就安尼时呢，美国本地4月要甲欧洲8国加扣的关税，真也取消了。I won't do that. Okay, now everyone's saying, oh, good. That's probably the biggest statement I made. 川普2日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说，明确讲袂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互欧洲国家拢放较轻松。不过，伊嘛用真侪时间来解说美国是安怎一定要摕到格陵兰。Sitting undefended in a key strategic loc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That's exactly where it i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In 2019, Denmark said that they would spend over $200 million to strengthen Greenland's defenses. But as you know, they spent less than 1% of that amount. 川普的态度无大向硬了后，伊甲北约秘书长李德见面。了后，川普伫咧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伊甲李德已经就格陵兰，还有规个北极的地区未来的协议建立大方向。所以，原底2月7日生效针对欧洲8国的关税，伊决定会撤回。李德伫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专访的时阵，有证实这项代志，嘛讲双方的焦点是北极地区整体的安全，这当中包括格陵兰，不过并无涉及格陵兰的主权。其中一项是呼应川普本人发文当中，内底讲到总金额1750亿美金的金强飞弹防御计划。Does it still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ownership of Greenland like you said you wanted? It's a long-term deal. It's the ultimate long-term deal. And I think it puts everybody in a really good position, especially as it pertains to security and minerals and everything else. 根据 BBC 的报道，
北约发言人下调伫秘书长李德甲川普会谈了后，发声明讲，但北美国甲吉伦兰的谈判会继续来进行。一般认为讲，谈判可能甲美国伫咧吉伦兰摕到搁较侪军事基地有关系。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这有可能是类似英国伫咧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根据美国甲丹麦现有的协议，美国目前伫咧吉伦兰岛西北角的皮图菲克基地已经有驻100外的军事人员。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